经文来到马可福音第9章吼，第9章38节到落尾吼，第9章38节到落尾。咱顶礼拜已经有讲过啊吼，就是马可福音的第9章、第10章、第8章吼，8、9、10三章，是咧描写耶稣对加利利地区到耶路撒冷中发生的代志吼，8、9、10三章吼。啊，这个时阵一开始记载讲，约翰吼，12个门徒之一，约翰问耶稣一件代志，甲耶稣报告一件代志，伊讲：先生，阮捌看见一个人，吼，有一个人用你的名在赶鬼，阮甲禁止，吼。搁遐这，因看到有一个人奉耶稣的名在赶鬼，吼。啊，应该禁止，原因是什么货？原因是什么？伊讲，因为这个人啊啦，无跟对咱，没有跟随我们。无跟对咱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伊则讲，阮甲禁止，伊的理由是讲，因为因无跟对咱吼。这里讲的无跟对咱，因在意的是什么？门徒他们在意的是什么？因无跟对。耶稣甲门徒这群人呢，也是讲，伊在讲伊无跟对耶稣，他在意的是什么？门徒，你觉得门徒在意的是什么？你若看耶稣的回答，你就知影门徒在意的是什么。耶稣是讲，唔通甲禁止，因为无人吼，伊讲无人会因为。无有人奉我名行关联，也会念咪诽谤我的，吼，就是讲，既然因若奉我名来赶鬼，吼，他是不会反对我，他不会诽谤我的，吼。这门都是讲，因为伊无跟对咱，他把耶稣跟门徒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群体，讲这个人无甲咱做伙，无跟对咱，所以我甲禁止。不准伊用奉你的名、奉耶稣的名来赶鬼。啊，耶稣伊的天气是讲，这若用我的名赶鬼，伊不会轻易的诽谤我哈，伊是袂反对我的。所以耶稣这一个天气，伊讲不抵挡我们的哈，就怎么样？就是帮助我们的哈。其实耶稣伫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有讲到。又有另外一个状况吼，伫马太福音的时阵，耶稣捌讲过，耶稣讲啥？说一个跟这个相反的话。啊，快看，怎么不见了？我看台语较慢。哦，无当我的，就是对敌我的；无甲我收拾的，就是甲我拍线。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印象？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提到耶稣讲这句话，就是讲不跟我相合的，就是敌对我的；不跟我不跟我相聚的，哦，就是跟我分离的。刚刚好，甲家己安呐，相反对不？好，耶稣讲无敌对我的。就是帮助咱的哈，啊，你要知道为什么有差别？礼拜结束再来找我。这另外一个情境的叙述哈。潘霍华，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有为这个写了一大篇文章在解说哈。有机会咱开来讨论。今日咱回到我们马可福音这里的情境，耶稣讲唔通甲禁止吼，因为那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在帮咱的吼。过下这话都问过，这个门徒他们心里面较在意的是什么代志？伊讲，因讲的嘴巴上讲的是，这个人无跟对咱，他不跟随我们，所以我甲禁止，不准伊用你的名来赶鬼。吼，其实吼，记不记得耶稣认为跟随是什么意思？就在马可福音，伫咱这几章头前就讲过啊。
耶稣讲，既然有人要跟对我，知影哪？我都忘记了。有人要跟对我，就爱看无家己安那，十字架来跟对我。耶稣真正在意的跟随是安那？是家己十字架跟对我。耶稣是在意是真实的跟随，真正的跟对我。这门徒要看的什么货？爱甲咱安那？同齐行做伙吼。各位这同齐行做伙会有什么状况？走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权力阶级的划分呐？这条经文头前前面正在吵的是什么事情？门徒在比什么？看相较大，谁比较大？不要说门徒一群呐，就12个使徒也要争谁比较大，对吧？看相较大。即摆啦，阁有一个人要来地咧，爱排伫队，爱排伫做后壁的。这个无排伫做后壁，就开始家己咧创啥？奉耶稣基督的名咧赶鬼啊！敢会当互即款人存在？会使袂？绝对袂使。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安怎？排队有没有？阮遮排头前的呢？只有我们才可以奉耶稣基督名赶鬼行神者。你若要，你得安怎？进入我这个权力的结构。门徒比较担心的是这个。不过耶稣比较在意的是什么？真实的跟随。对下段迄两句话来看，什么叫做真实的跟对？要跟对耶稣，你讲得看无家己，得举十字架来跟对耶稣。迄个看无家己，是跟这个生命本质的改变有关系。看无家己，看家己无重要，看主耶稣基督伫的性命是最重要。看无家己，来举十字架跟对我是死，跟对耶稣去死，这东西很大的改变，不只是性命本质的改变，生活款式的实践的改变，拢有包括伫内面。耶稣要看真实的跟对是看这，毋过这个门徒，因较在意的啥物货？你若要入来，大家开始排队，看上较资深，看上是菜鸟，看谁是菜鸟，所以若要注重性命本质的改变，若要注重生活迄个款式的实践，你得让了解是安怎后面耶稣讲迄句话啊。耶稣马上就讲啥物话？伊讲，既然互遮的信我的细微一个人，毋是既然因为受伫基督，就互伊一杯水互伊啉的，我实在甲恁讲。伊袂失落伊的伤势，讲你给你们一杯水喝的给你们水喝的，就不会失落这个赏识，绝对不会失落这个赏识。毋过问题是伫遮，为什么给他们水喝？通常是啥物货？安尼，互你水啉是因为你安那？喙焦嘛？耶稣毋是安尼讲嘞，不是因为你们喙焦呢。耶稣讲的是因为什么货？因为恁是属基督的，因为恁是属基督，所以互你啉一杯水的。伊讲这个人，伊的伤势袂失落，不会失落他的赏识。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耶稣毋是讲，因为恁喙焦，互你啉的，这个人伊袂失落伊的伤势，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只有我觉得很奇怪只有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怎么这样写？为什么是因为你是属基督的，给你水喝？怎么会跑出这种逻辑？就是因为你是属于基督的，
好款待你。伊讲这人的温书是袂失落，而这人要得到上帝的赏赐是袂失落的。为什么？各位这因为令表现出什么？因为令安那？他怎讲的？表现出你生命本质的改变，恁生活的款式有实践有改变。要注意这一段经文其实是编辑的怎么看得出来它是编辑的这个不是一个连串的教导这个编辑这一段的教导是有转折，你看它的焦点的转折是伫对伊讲，大爱真实的跟对我是生命迄个本质的改变，是迄个生活款式的实践。你若安尼做的时阵，人会认出你是属于基督的，会互你一杯水来啉，马上你就觉得，哎呀，开始扛位下去，怎么会变成说，唔通因为伊的文字是写讲，既若互遮的信我的性命一人去犯罪，迄人宁可受大石磨把伊的含棍下伫海里。简单来讲，唔通互人因为你来跋倒。这个连接是很巧妙的开始讲，上细汉的迄个爱互伊水啉，因为迄个是属于基督的。就讲到那个细汉的迄位，即马焦点转成唔通互迄个上细汉迄位安那跋倒。你若互遮上细微的人跋倒，宁可甲你安那，也毋管把石磨丢在海里面。然后这段经文讲到跋倒、跌倒，后面的讲法又不一样了，又跑去另外一个焦点。伊讲，我先做结论，就是唔通互跋倒这件代志去损害到你的性命。因为伊讲，你宁可破相入伫我，无得两手去地狱。就是讲，你若是你的手害你袂使去地狱，宁可安那，甲斩断。你若是骹跋倒，你若是骹害你袂当去地狱，宁可减一支骹去天堂。各位兄弟，你有没有发现整个焦点都换了？我再讲一次，这一段一定是编辑的不是及时的教导。因为安怎看亚瑟教导的转折，其实他最后是要转去哪里一开始讲到，唔通互人因为你来跋倒，唔通互人因为你来跋倒，你的行做介重要。你对你生命本质的转换，你对你生活款式的表现，最重要的。所以你唔通因为你的生活、你的行做，互人来跋倒。即马甲这个条件转来跋倒的时阵，就是你是跋倒的人，你是跌倒的人，毋过唔通互迄个你的性命，因为你的跋倒受到灾害，受到阻碍。所以你有什么缺点，或是你因什么而跌倒，你宁可迄个物件甲放弃掉。所以你的手若是害你无法度入上帝讲，你着手甲斩断。你若是因为骹跋倒，你着甲你的骹甲斩断。虽然他这里讲的地狱，不是咱台湾人熊熊那个地狱它原文就是新嫩子谷，迄是啥物所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所在，等因古早的时阵，这些以色列人去跟地拜摩洛迄个偶像，拜这个神明是这三令的，因会甲囡仔呐，娃娃休息会把自己的孩子献自己的孩子活活烧死那个地方就是新嫩子谷一个惨绝人寰的所在后来耶路撒冷本色拢踮伫遐就是讲，
你唔通因为你要保全你的双手啊入去迄个所在。好，那他描写那个地方是怎么样？伊讲迄个所在，糖是安那？糖是袂死的，啊火是袂花去的，吼，有不灭的火，哦，火是不灭的。公告家重点又跑去火，本来在讲新日子古哦，今嘛公告家亚收的重点又跑去火，哦，伊讲这个火吼，爱加做什么货？加做盐，腌个人。伊到底是在讲啥？哦，本来那个火是一个惩罚，好一个惩罚，好啊，伊讲这个火是不会灭掉的火，啊，这个火，他说你们要把火当作盐来腌个人，你等于是讲，你要甲心内要怎样有这款的惩罚，要端正你的行为，好，那亲像盐同款，好，像盐一样。好，讲到盐了，现在焦点又换成什么？盐，盐本来是好的，好的对。盐有哪两个？在圣经会讲到的盐哪两个功用？调味啊个啥？防腐哈，防腐跟调味，哈，它这里两个都用到了哈。伊讲盐本来是好的，啊，不过盐若失味，如何叫它再咸？好，盐要安怎失味？好，咱厝里摕迄种盐，顶多会发潮，对不？会淡去。啊，不过就准讲是淡去的盐嘛是安那，嘛是咸的，是安怎盐会失味？因为耶稣因迄个时代、迄个地区，因所用的盐是岩石的盐，吼，是乌的，乌出来，乌一块石头，迄石头内面有盐的成分。可是有盐的成分，那也有什么？石头啊，哦，它只是一块结晶，吼，它有石头的成分，所以因安怎使用这个盐，伊用一条绳啊，把这个盐绑起来，这个石头绑起来，啊，若要煮汤，啊那，啊，温一下，好，来放3秒钟，1、2、3起来，啊，无够咸，1、2、3、4、5，安尼知无？所以他们的食谱一定是说把盐放下去几秒钟，安尼吼，好，安尼，你来咱来想想，啊，这块盐绑伫石头这块盐，啊，绑伫绳啊顶面这块盐，放伫汤内面，放1盖，放2盖。放10盖，伊安呐，哈，伊会较细粒，啊，毋过到尾啊，拢变做石头尔，就无盐嘛吼。所以他说，啊那盐到这款啊，已经无盐分了，它怎么可能再咸？好，这是他们因拢迄个时阵的人拢知影的道理。啊，结果讲到咸有味，迄个味。焦点又跑去哪里？你们应当什么？恁得爱亲像盐，恁内面爱有盐，大家得安那？好好。你有没有觉得耶稣跳太多了？后来最后跳到哪里？跳到和睦。为什么跳到和睦？因为一开始在讲啥？一开始在玩什么货啦？在钱什么代志？伊若要用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安那？在来排队啦，来跟对咱啦，吼！啊，伊上尾跟对在安那？上阿伯嘛，上阿伯爱创啥？菜鸟要干什么？要服务啊！吼，阮中会咧开会的时阵吼，就是牧师长了吼，每个教会会派牧师甲代议长老去开会。我拢7天中会较侪是伫马街北医的大礼堂，所以好讨厌哦！每次要开会就要去医院开会吼。好，大礼堂开会，啊，你就看到讲7天中会90几间教会牧师甲长老，哇，2、300人伫遐咧开会，吼，啊，开会拢专工诶，每一天那个都从早上9点10点开始开，啊，若要选举，就要开到5点6点安尼吼，所以一定会吃午餐，对不对？时间到了，要吃饭啊！
便当来啊未？来啊，叫上本。食拢无输张了呢，你要叫上本便当啦？啊，传道啦，传道师啦，未封牧的啦，他们就要怎么样？开始跟便当入来分便当分猪迄个牧师你有摕到无？张老你有摕到无？即马搁分便当分水果迄就是菜鸟啊，安尼知无？若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爱排队分便当啦，安尼，有了解无？门徒在意的是这个，不过耶稣在意的是，不是这款的跟队，不是这样的跟随。耶稣在意的是真实的跟随，你跟对我是爱看无家己背十字架对我来死。若是这款的态度，这款的心态，敢会你去钱讲送分便当？会袂啦？所以我即摆若开中会便当的时间到，我拢徛起来，紧徛起来，行去外口，家己摕便当，我无爱互人分互我。坐伫遐那亲像哇，我较大汉较大即摆就爱看这传道书，在我面前鞠躬拿便当给我。你看，分便当互人还要跟人家鞠躬，你知无？我看因咧分便当，我就想起我做传道书的时阵咧分便当的时，所以我就赶快要食便当，我就紧去外口家己摕。各位这我们人，咱是软弱的，咱伫一个群体内面，我们就很容易会陷进去什么？权力的架构，迄个权力的架构。不过耶稣基督讲，唔是。我要看的真实的跟对我，是恁得爱看无家己。各位，当咱看无家己的时候，那个权力结构就怎么样？就拆毁掉了。迄个权力结构就拆毁掉了。恁爱看无家己，不只是看无家己，恁爱举恁的十字架来跟对我，就是把家己当作是要去死的人。要死的人。还会很在意权力吗？会不会？最近几次的团契是查经班那去讲到从旧约到新约，来考试。北以色列被哪一国灭掉？亚述帝国。南犹大被哪一国灭掉？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嘛灭掉亚述。谁又灭掉巴比伦？都没有看电影《300壮士》吗？波斯帝国，波斯建立一个很大的帝国，欧亚的帝国。谁又灭掉波斯？那大家就忘记了。那我就要说了，就有一个年轻人30几岁死的时候。2只手要交代两只手安啦，两只手安啦，要伸出棺材外面有无？代表啥？恁的手有比我较白无？安尼是无？代表什么货啦？我虽然建立欧亚非横跨3洲的大帝国，不过我走的时阵安那？康啦。死的时候，上面会拢康，不会再在意那个权力了。这个就是希腊，希腊的权势再来就罗马帝国。四个人权力结构不见了，所以耶稣讲爱看无家己，就已经打破权力的结构了。爱举十字架来跟对我，还有权力的斗争吗？各位兄弟，有无啦？是讲我的十字架比你也较悬哦。我这个是块木做的十字架，特别定死块木做跟柳木做有差别哦。所以各位兄弟，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教示，把我们人因着我们的软弱，
上重视的迄个权力架构，完全拆毁、拍无去。所以，除了哈头讲迄两项，真实的跟对上帝，除了哈头讲迄两项，生命本质的改变，也是一个生活款式的实践。这是个人。这段经文耶稣佫加一项，讲恁得爱亲像有盐伫内面，恁的团体爱和睦，信仰群体要彼此和睦。你可以看到今日经文的转折，这不是太正常的写法。不过这个是犹太人拉比的讲法，犹太人拉比的教导。对一开始，讲到唔通互人绊倒，不要让人家跌倒。你们的生活，你的行做爱注意，唔通因为你的行做，互别人绊倒。这个焦点就换成，你若是绊倒的人，你要知影，若是因为手互你绊倒，甲手安怎斩断；因为骹互你绊倒，甲骹安怎斩断。就是绊倒的代志，无法度避免，避免。好，避是唔对的讲法啦。好，避免。不过虽然无法度避免，不要让你的跋倒对你的生命产生阻碍，迄个阻碍，互你无法度入迄个上帝国进乐园。即嘛就讲到，不要下地狱。新嫩之谷，伊讲迄个实在有火，火是不灭的。而且呢，火跟盐，跟讲到又跑去盐了。在这里的盐是防腐的，像火一样，是防腐的。不过又换了一个焦点，恁得有盐。恁的群体要和睦，要有味道，不要失去盐本来应该有的味道，要和睦相处。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这一段主要说是这段经文内面，发现讲这个人是在争权夺利，因为这个人无跟对这个群体，所以不遵以奉主耶稣的名来赶鬼，本来是在争权夺利。耶稣看到这个症结，绕了一大圈回来，恁内面应该就要有盐，也要大家三和好。这会变成最重要的情况，比赶鬼更加重要，比是不是奉耶稣的名来赶鬼更加重要，比是不是进入这个团体更加重要。电话是迄个和好，亲像盐伫恁中间。今日是一个最重要的礼拜，咱有8位长老，其中有4位长老是弘历，4位是设立。弘历的秘书是第一次当长老，封立成为长老。另外4位是已经是长老，不过是设立，正做这4当即届的长老。另外有12位的执事，其中有2位即摆伫外国，无法度参加，他们要另外择期来设立。今日有10位执事，要设立正做咱个人教会的执事。这是一个群体，伫这个群体内面，大家开始来设立权力架构，对无？是不是啦？看上分便当，是不是？安排上来停地，不是，是要亲像耶稣基督今日经文所讲的，迄是真实的根底。这个群体信仰爱和睦，你们要和平，爱看无家己，爱也是一个根底家己，看家己那是死人，是主真做咱性命的主。看下这毋是我安排的经文呢。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台语礼拜经文是照什么走？是照经课表是三档一轮排好的经课表的经文来讲到，不是我算的。你有没有觉得很害怕？会惊未？会惊未啦？我会惊。我准备经文的时候，我会错。上帝，你开始知影阮今日要张罗这事，要设立，要封立，吓死我了。那会惊就要记得今天经文的重点。你们要什么？要什么啦？不是啦，第三个最后一句